请问咱细汉定定会去的柑仔店，伊讲的内底迄个柑到底是啥物件？柑仔店，这是啥？黑哦。就是迄个米啊的柑啊。哦，柑仔的，对，因为较早糖啊无咧用，拢伫柑仔内底啊，拢伫迄柑仔内底。哎呦，看袂出来恁年会拢遮多呢。是，你若真正有酸咖贵，你哪里就知影。哦，这是我们的糖果。浅浅的碟啊，碟啊，浅啊，碟米啊。好，确定。是，确定。咱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圆圆浅浅的碟皮呀？对唔对？是，恭喜咱的水阿兵各加6000块。好，来，咱姜老师来给咱解释。哦，那这厉害。是哦，拄则讲的正确啦，吼，正确就是迄款物件，迄叫做柑仔啦，吼。柑仔。嘿，啊，就是咱迄个过去字拢较唔知影，拢黑白写做柑仔，迄个字迄写唔对的啦，就是爱咱这个字吼，德字头啊，勇敢的敢，安尼就是迄个柑仔。柑仔。啊，迄种以早就是迄柑仔店拢摕迄。德米仔边的这种柑仔咧底一寡大料有无？哦，鱼脯啦、鱼米啦，什么吼，这大料啊，一堆一堆安尼。嘿，啊，就是拢用迄来底有无？嘿，所以才会讲柑仔店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